Onyx 嘅 X-M2呢部賣到爆嘅小型掃波，到底佢有乜嘢優點，又有乜嘢槽點呢？又有乜嘢騎呢個玩法同埋終極玩法呢？唔好劃走，無論你係買咗 X-M2定係想玩好 X-M2，亦或者係諗緊買唔買 X-M2都好啊！耐心睇完呢條 X-M2最強攻略啊，你都可以喺入邊揾到你想要嘅答案啦！我哋唔講廢話，即刻去片。咁相信大家俾 X-M2 吸引嘅第一個 point 一定係佢嘅外觀啊！的式嘅機身、精緻嘅做工、穩重嘅設計、黑金嘅配色，再搭埋呢個3寸 720P 嘅 OLED 屏啊，睇上去真係非常之有旗艦機咁嘅 feel 啊！戴喺身度咧，亦都相當嘅隨身啊！而官方嘅磁吸皮套啊，亦都令到 X-M2 咧可以喺做大尾巴嘅時候咧，穩穩咁吸喺手機同埋其他轉盤上邊啊！而且隻色仲非常之咁好睇啊！咁睇到呢度，你係咪就以為呢台2000零蚊嘅機仔啊，就係一台靚到爆嘅玩具仔呢？ No，X-M2 係一台聲音中正、三頻均衡、雜色聲強啊，而且素質在線，有做主力機實力嘅超級小怪獸啊！喺通透、沉穩、正視、動態、密度等多個方面啊，表現都完全超過咗呢個價格空間嘅其他同類產品嘅水平啊！咁無論係聽爵士、流行、交響、古典、搖滾、鄉村、New Age 亦或者係 ACG 啊，都可以做到面面俱到，游刃有餘啊！咁佢把聲嘅綜合表現啊，有住叫板唔少3-4千蚊隨身掃播嘅實力啊！咁 X-M2 唔單止支持單機本地播放啊，佢仲支持喺連接 WiFi 之後在線播放 HiFi 雲曲庫 Tidal。咁如果我哋將個系統升級到 1.16 之後啊，佢仲可以支持8度網盤嘅在線播放啊！不過，如果你冇好強烈嘅單機播放8度網盤內容嘅需求嘅話，根據目前嘅系統情況而言啊，我更加建議大家將系統維持喺 1.13 啊，然後用手機又或者係 Pad 咧，通過 USB、DLNA、AirPlay 又或者係藍牙推流到 X-M2 去播放8度網盤嘅內容啊。咁除咗因為 X-M2 嘅大尾巴模式啊，要比單機播放好唔少之外咧，仲隱藏住一個鮮有人知嘅情況啊。咁關於呢一點，我哋等陣間再講。咁除咗俾手機做大尾巴之外啊 ，X-M2 仲係一個支持 ASIO 協議嘅 USB 聲卡，而呢一個協議喺早期啊，淨係支持一啲高端嘅專業聲卡嘅啫，佢可以降低音頻流信號嘅延遲，同埋增強聲卡嘅處理能力啊。咁當我哋將 X-M2 接上電腦裝好驅動之後啊，用同樣支持 ASIO 嘅 Butthead Apple 播放器攞嚟播放本地音樂嗰陣啊，效果就2個字：驚豔啊！呢個唔單止係我一個人咁樣講，係所有試過呢種方式嘅燒友嘅統一反應啊！咁講完優點，點都要講下 X-M2 嘅一啲槽點同埋一啲橋撩嘅玩法啦。咁相信有唔少早期入手 X-M2 嘅燒友啊，都俾 X-M2 嗰隻垃圾到爆嘅觸控體驗啊，搞到你拗晒頭啊！不過好在依家呢個問題咧已經俾 1.16 版本嘅系統咧修復咗啦。咁無論依家係放喺台面定係大套貼膜啦，觸控體驗咧都相當絲滑啊！同時 1.16 系統咧仲新增咗對8度網盤嘅支持啊！咁點解我啱先會建議大家，如果冇好強烈嘅使用單機播放8度網盤功能嘅燒友啊，將系統停留喺呢個觸控垃圾到爆嘅 1.13 系統咧？原因係經過我手上嘅2台機反覆升降級嘅驗證對比之後啊，排除咗個體差異嘅原因啊，1.13 系統喺能量感同埋動態方面咧要明顯好過 1.16 系統啊！咁係咪就算我唔用8度網盤都好，要為咗呢啲能量感同埋動態嘅差距去忍受 1.13 系統嗰隻垃圾到爆嘅觸控體驗呢？唔好急，依家就教你一啲橋呢一個玩法啦。我哋可以將系統升級到 1.16 之後啊，然後再將下載好嘅 1.13 系統啊放喺內存卡金目錄入邊啦。咁通過內存卡將系統降級到 1.13 系統啦。咁經過咁樣一輪操作之後呢，我哋就會得到一個把聲又靚、操作又絲滑嘅 X-M2 系統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只要將顯示屏嘅亮度降到去4，喺唔用 WiFi 同埋藍牙嘅時候咧，關閉相應嘅選項啊。增益咧就根據自己嘅耳塞進行相應嘅調整。咁最後再根據自己嘅喜好啊，喺2種線性上位濾波入邊啊，揀自己更加中意嘅嗰款啊。咁就我個人嚟講咧，我更加傾向於線性上位慢速滾降啊。咁嚟到呢一步啊，我哋基本上咧就完成咗 X-M2 單機嘅最強表現設置啊。咁但係進度條會話俾你知，呢個視頻啊仲有大招啊！咁對於好似我哋呢啲玩捆綁套裝同埋經常去聽其他旗艦播放器嘅自媒體嚟講啊，我哋會發現 X-M2 喺單機播放嗰時咧，重心感嘅表現啊，會略為有啲啲遺憾啊。咁喺呢個時候，如果我哋仲有預算嘅話，我建議大家可以再嚟一台啊！一台 X-M2 攞嚟做轉盤，另外一台 X-M2 咧攞嚟做解碼耳放啊！
咁樣你就可以得到一套既精緻、把聲表現又唔錯嘅捆綁套裝啊！咁比起攞手機嚟做轉盤，又或者係 XM2 嘅單機播放啊，XM2 嘅捆綁套裝咧，會俾到你更多嘅細節、更大嘅聲場同埋重心感、更加高嘅聲音分離度、信息量同埋密度啊！呢一種聲音表現啊，攞嚟對比啲6000零蚊嘅隨身掃貨啊，真係一啲問題都冇啊！咁點解要用2台 XM2 而唔係1台 XM2 再加台其他嘅數字轉盤呢？最核心嘅一個原因就係因為 XM2 無論係做轉盤狀態定係做解碼狀態啊，佢嘅音量調節咧都非常線性啊，唔會出現嗰種音量從100降到99之後，聲壓、能量感、細節都呈現大幅度衰減嘅情況啊！咁無論係三頻表現定係輸出電平咧，都可以俾到你一個非常之線性嘅變化。咁而大多數嘅 Hi-Fi 產品啊，喺唔同音量狀態下邊咧，佢哋嘅三頻表現咧都係略微有所唔同嘅。講得再直白啲，就係同一台機喺某啲音量下邊啊，佢嘅泛音表現會更加好；喺某啲音量下邊，佢嘅中頻會更加飽滿；喺某啲音量下邊咧，佢嘅低頻會更加有氛圍感啊！我哋可以利用呢一點，再結合 XM2 音量線性嘅特性啊，通過對轉盤同埋解碼端嘅音量去做匹配，去調出一個包括聲場大細、人聲結像同埋三頻密度在內，符合我哋自己個人喜好審美嘅聲音表現啊。而呢一種玩法，但凡單機體積大啲，又或者講緊素質差啲，亦又或者講緊係音量調節唔夠線性嘅話，玩起身嘅意思咧都會差唔少啊！咁我喺呢度咧就試出咗3種唔同嘅音量組合下邊，佢哋對應唔同嘅聲音表現啦，大家可以截圖保存去參考一下。咁對於嗰啲關注摩機嘅燒友嚟講，目前市場上面嘅摩機方案啦，主要咧都係令到把聲更加寬鬆、聲場更大、人聲更加潤、密度更加高、動態更加大。咁就我手上嘅呢台博聲魔改版本嚟講咧，我認為佢所帶嚟嘅提升啊係非常之物超所值啊！咁博聲魔改嘅 XM2 啊，對比原廠版本咧，推力咧會略有提升，功耗咧亦都會稍為咁增大啲啲啦。咁並且唔會對續航造成翻天覆地嘅影響啊！不過如果攞佢嚟做轉盤去接一台冇魔改過嘅 XM2 嗰陣啊，魔改過嘅機咧，佢嘅聲音細節咧會比冇魔過嘅機咧會少一啲啲啦。咁喺呢度推薦大家，如果玩雙機嚟講咧，都係用原廠版本嘅 XM2 嚟做轉盤，用魔改過嘅 XM2 咧攞嚟做解碼以放啊。好啦，以上就係今期視頻嘅所有內容啦。咁如果你覺得今期視頻對於你玩 XM2 有幫助，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你嘅聽感，同埋轉發俾你身邊一齊玩 XM2 嘅兄弟們啦。咁如果你覺得仲有啲 XM2 嘅問題冇喺呢條視頻入邊得到你想要嘅答案嘅話，亦都歡迎你喺評論區留言討論啦，我會盡快覆你啊。好啦，今期節目就到呢度，我係教你軟硬結合玩好 Hi-Fi 嘅華哥仔，我哋下期再見。